啦，怕咗你啊！孫仲要求講下外星人，講下飛碟啊、UFO 嗰啲啊。咁睇咗一啲譬如網上嘅資料啦，就你知道啦美國政府咧已經批咗咧2批嘅關於 UFO 嘅檔案啦。如果再繼續出咧，咁有專家就認為咧，會影響美國個基督教嗰個，甚至其他宗教嗰個神學基礎。咁甚至乎係全世界添啦呢啲信仰嘅神學基礎咁點解會咁呢？就以我比較熟悉啲嘅基督教神學嚟講啦，咁你知道佢會講創造論噶嘛？佢話神創造呢個天地，創造呢啲動物，創造人類啊嘛。但係聖經又冇講神創造外星人噶嘛。咁如果真係有外星人嘅存在呢，咁呢個基礎就會動搖啦。咁仲有講法就根本神唔係外星人咯。咁如果神真係外星人呢，咁喺聖經嚟講亦都冇辦法完全解釋到呢樣嘢，因為神話自己係咩啊？係光啊，又話道成肉身啊，諸如此類嘅嘢啊嘛。咁但係佢冇話自己係外星人，神冇咁講過。咁當然啦，如果你睇有啲嘅美國嘅一啲嘅電影啊、電視劇都會講呢樣即係有啲神嘅存在，其實外星人嚟嘅佢唔係講基督教神，即係講某一種嘅神咁係咯。咁呢啲就係可能我會了解到可以講出嚟嘅嘢。點解如果再有呢啲咁嘅 UFO 或者外星人嘅資料出現呢，就會動搖咧整個基督教嘅根基，甚至其他宗教嘅根基。咁大致上係咁多啦其實咧呢方面咧我都係一個初哥對於飛碟嘅研究外星人嘅研究其實你真係想知道多啲，有好多頻道咧係講呢樣嘢，譬如最近卓飛嘅 MJ13咧就講好多啦。咁梁錦祥有時都講噶，咁宣傳下同佢哋咁好啦，講住咁多啦，和平走。